最近最多人買嘅產品第一名一定係佢 Kenmore 風扇，佢有4檔嘅風速，呢度2、3、4，我聽唔聽到啊？開到最高速都係好安靜㗎。另外咧，佢仲有一個定時掣，最高速度佢可以開到7個鐘，最慢嘅速咧可以開到32個鐘㗎。另外佢可以有45度嘅角度俾你調校，仲可以拆出嚟單獨使用，可以掛喺度都可以㗎。另外清洗都好簡單，就係塊扇葉一扭就可以出到嚟單獨清洗㗎啦。而家咁熱嘅天氣，你買風扇，我哋送6樣嘢俾你。第一樣就係呢個收納袋，你咧平時啲叉電線啊或者其他濕碎嘢咧喺呢度，或者有盞燈都可以勾喺呢度。最重要佢本身都係一個袋嚟嘅，風扇咧可以拆咗出嚟，跟住放喺呢個袋入邊，好安全噶啦。第二樣就係呢一個雲台，頭先個風扇只可以45度角咁樣向後，加咗呢個雲台就可以360度咁樣轉啦，坐喺唔同角度都可以吹到風。第三樣嘢就係佢有專屬嘅螺絲啦。加咗佢咧，先可以安裝落去嘅腳架嗰度，加埋個轉台可以一齊用。第四樣就係佢本身嘅專屬收納袋，佢上面呢度有條拉鏈嘅，可以俾你收埋啲錢啦。同埋我哋平時用嘅時候咧，因為佢個空間都比較大，除咗放風扇，你仲可以將啲燈啊都放埋喺入面一齊收納，成袋拎住去露營就可以啦。最後兩樣就係一啲 Kenmore 自己專屬嘅小禮物啦，呢啲出邊買唔到㗎，我哋一次過送晒俾你。而家喺下邊留言 V68Plus。我 send 條專屬嘅優惠拎俾你，一次過送晒所有嘢俾你。